迎接聖誕。Hello， 有冇火車頭啊？有湯馬士小火車陪你。暴風雨來臨，恐龍出沒注意。係腳印，有怪物啊！我真係見到啊！好朋友，我已經決定咗要勇敢，肩並肩喺朋友遇到困難前揾到佢，唔做膽小鬼。兩個係非常勇敢嘅火車頭，偵查大秘密，我一定要勇敢啊！仲有新拍檔，我係 Marion。Timothy， 停啊！我個名叫做 Red， 勇往直前，係咪好精彩咧？小心！冇啊！湯馬士小火車之索多島勇士，12月20日，睇下邊個最勇敢。